好開心啦，因為我好快就下個禮拜會出我嘅新歌，咁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公佈咗，咁都好多謝有好多朋友啦、歌迷啦都反應都非常之開心，咁所以隔咗一段時間冇出歌，我自己嘅心情咧都好興奮嘅。好，我嘅新歌咧就係叫做下不為例啦，咁為例就即係我唔去再重複一樣我唔想再重複嘅嘢啦，咁樣嘅意思，咁就係好開心，仍然可以繼續邀請到 Dear Jane 嘅 Harry 作曲啦，然之後陳少琪老師去填詞。咁因為我過往有好多歌其實都係少琪老師去填詞，咁都一段時間之後再邀請翻佢咧，咁成個過程都好似即係翻去啱啱出道錄歌嘅時候嗰種默契啦，非常之順利啦，亦都即係好似真係講唔出嘅一種舒服同埋好信任嘅嗰種默契，咁錄得好順利咯。咁呢一首歌我自己都係覺得會自己好珍藏嘅一首個人作品啦，即係雖然係同即係講愛情有關，咁我覺得亦都好多人會有共鳴，就係遇到一啲即係同一類型嘅對象，可能唔係好適合自己嘅，但係成日都可能會心喐喐，又會好想翻轉頭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膠着嘅矛盾嘅狀態咯。咁係幾有趣嘅，咁就唔係好慘情嘅歌，即係反而係即係比較用一個輕鬆嘅方法去豁然咁樣講話，我都好堅決唔會想再選擇翻去啦，因為即係最後喺一段關係或者自己嘅人生裏面係要去將自己嘅快樂擺喺首位，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咯。咁呢個 message 係咯，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啦。嚟緊就會有好多嘅宣傳工作，咁我希望就即係好期待快啲喺宣傳嘅時候就可以即係同好多即係唔同嘅樂迷啊、觀眾啊可以見面啦。咁今日咧就嚟到世界女子冰球嘅比賽，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參加或者睇一啲運動有關嘅比賽啊，因為我自己覺得運動呢一樣嘢係好有正能量，同埋係我好中意即係嗰種令到我哋會一路睇有種腎上腺會上升嗰種感覺咯。都係一個好有型嘅運動啦，男女都係嘅，即係好正嘅，我覺得 ice hockey。咁呢一個 ice hockey 我自己都覺得係好刺激嘅，香港真係比較少係會即係聽過話會有得睇，仲要係現場咁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去睇一啲世界唔同國家嘅女子組係呢個冰球嘅比賽。